Hello，大家好，歡迎嚟到滋味人生，我係慧心。朋友們，大家有冇發現啊？只要一到咗冬天，我哋家裏嘅長輩好似就特別容易出狀況。呢個真係唔係我哋嘅錯覺，而係一個讓人心疼嘅事實。今日慧心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許多人都忽略嘅健康秘密，尤其是喺冬天，呢個秘密關係到我哋家中每一位長輩嘅安危。大家一定要睇到最後。因為慧心等下為提到一位住喺我哋社區82歲嘅黃媽媽，就因為一個我哋每日可能都喺度做嘅小習慣，差點就同家人天人永隔。呢件事真係讓我到閒再諗起，心裏都鞋慰周一下。所以今日就讓我哋一齊嚟敬啦，點樣喺寒冷嘅冬天，嚟為我哋最敬愛嘅長輩築起一道最溫暖亦都最堅固嘅健康防線。冬天啊，對我哋年輕人嚟講，可能就係多加件衫、入碗熱湯，感覺好寫意。但係對於身體機能慢慢衰退嘅長輩們嚟講，冬天就好似係一場嚴峻嘅考驗。大家知啦，好多統計都顯示冬天，尤其係心血管疾病同呼吸道疾病嘅死亡率，竟然係夏天嘅好幾倍。喺呢個其中有3種狀況，可以講係威脅住我哋長輩健康嘅3大隱形殺手。尤其是第一種，佢發作起嚟非常突然，後果確是我哋難以承受嘅嚴重。輕一點嘅可能導致半身不遂，咁嚴重嘅話就會直接帶走我哋至愛嘅親人。呢個最兇猛嘅殺手就係心肌梗塞同埋腦中風，佢可以話係冬天裏奪走長輩性命最常見亦都最快嘅原因。天氣一冷，我哋嘅血管就會突然收縮，血壓跟住升高，心臟嘅負擔一下子就加重啦。血液呢，亦會變得比較黏稠。大家諗下睇，長輩嘅血管就好似一條用咗幾十年嘅老舊水管，可能本來就有啲硬化，甚至有啲地方已經有血栓啦。喺呢個種情況之下，突然來一股強大嘅壓力衝擊，呢條老水管係咪就好容易爆裂，或係被堵住？血管一旦發生呢個種情況，後果真係不堪設想。腦中風可能會導致永久性嘅偏癱，讓原本可以到處走動嘅長輩從此生活無法自理。而急性心肌梗塞如果沒有喺黃金時間內搶救，好可能人就咁走咗。呢個係最得我哋心痛，亦都最措手不及㗎。所以啊，慧心總係不斷咁提醒身邊嘅朋友，亦都想藉呢個機會提醒大家，一日之中有幾個特別危險嘅關鍵時刻，我哋一定要替長輩多加留意。第一個係早上剛瞓醒要落床嘅時候，第二個係上廁所，特別係用力解便嘅時候，第三個係從溫暖嘅室內突然要走到寒冷嘅戶外嗰一瞬。呢幾個時刻千萬急不得，一定要提醒長輩動作慢落嚟。起床嘅時候最好能遵循一個3個30秒嘅原則，就係醒嚟之後先喺床上躺30秒，然後慢慢坐起嚟喺床邊坐30秒，最後先至扶住東西站起嚟，再站個30秒，給身體一點時間去息。應生進出門戶嘅時候也要慢一點，讓身體有時間去適應溫差。出門嘅時候帽圍巾一定要戴好，我哋頭部同頸部嘅血管最怕受限，把呢2個地方保護好，就等於保護了我哋身體最重要嘅生命線。聊完呢個最緊急最凶險嘅狀況，接住落嚟要講嘅第2個殺手，聽起嚟好似梅咁可怕，但佢嘅後續影響卻同樣讓人揪心，咁就係跌倒。冬天天氣冷漲，背紋嘅關節本來就比較強硬，平衡感亦都比較差，再加上衣服穿得多，行動唔方便，跌倒嘅風險真係大大增加咗。特別係對於許多有骨質疏鬆問題嘅長輩嚟講，有時只係輕輕地膝一靠就可能造成髖部骨折。你可能聽過一個好沉重嘅講法，稱之為人生最後一次骨折。偉掹掹講呢，骨折本身可能不會直接致命，但係接下嚟因為骨折而導致嘅長期臥床，先至係真正危機嘅開始。長輩一旦臥床唔起，身體嘅各項機能會以非常快嘅速度衰退，肺炎、血管栓塞、嚴重嘅褥瘡感染，呢啲可怕嘅併發症，為一個接住一個揾上門。好多長輩真係就係摔咗呢一次之後，就再都沒能起實嚟。所以預防跌倒，
絕對係我哋喺冬天照顧長輩嘅頭等大事。我哋可以為長輩準備一雙合腳而且鞋底防滑嘅鞋子。家禮走道上千萬唔好堆放雜物，嗰啲電線咩電嘅一定要收好。浴室馬桶旁編排有淋浴間，最好能安裝穩固嘅扶手。天氣好嘅上晝，亦都可以多鼓勵長輩到戶外曬曬太陽，同時配合補充鈣質同維生素，D緊量把骨本存好，讓骨頭更結實一啲。好，講完啦。心血管同埋跌倒呢兩個大問題，還有第三個係我哋冬天最常碰到，亦都最容易忽略㗎，咁就係呼吸道感染。冬天係感冒流感嘅旺季，大家怕冷，門窗常常關得緊緊嘅，室內空氣唔流通，病毒就好容易喺家人之間互相傳播。年輕人感冒可能入點熱水，多休息幾天就好啦。但係長輩嘅免疫力比較差一次，我哋睇起嚟好普通嘅感冒或者係一次流感，好可能喺短短幾天內就迅速發展成嚴重嘅肺炎。肺炎會引起高燒、呼吸困難，更可怕嘅係佢會嚴重加重長輩原本就有嘅心臟病、糖尿病呢啲慢性病，形成一個好難控制嘅惡性循環，最終將整個身體都拖垮啦。所以對於長輩，特別係本身就有慢性病嘅長輩，預防絕對遠比治療嚟得重要。去打流感疫苗同肺炎鏈球菌疫苗係目前醫學上公認最經濟亦都最有效嘅方法。同時，我哋做子女嘅亦都要多留意長輩嘅狀態，呢點非常非常重要。年輕人生病，免疫系統會好快做出反應，出汗、發燒、咳嗽呢啲明顯嘅症狀。但係好多長輩因為身體比較衰弱，免疫力低下，生病嘅時候反應反而唔咁典型。如果你發現家裏嘅長輩突然之間整個人都沒精神啦，亦都唔係氣石，煩惱時想瞓覺或者呼吸，睇射嚟有點險有點快，請千萬唔好以為佢只係累咗，呢好可能就係肺炎呢類嚴重感染所發出嘅危急信號，必須立刻重息，及時送一檢查。面對呢三大健康嘅威脅，我哋平時除咗要細心照顧長輩嘅起居，更要從食嘅方面做一啲機急嘅調整，食對咗，身體先至有足夠嘅本錢去抵抗外來嘅風險。接下嚟，慧心就同大家分享5樣食物可以幫助長輩更平安咁度過呢一個冬天。首先，最重要嘅係優質蛋白質。蛋白質係我哋身體製造抗體、免疫細胞嘅基礎原料，佢亦都能夠幫助維持肌肉量，讓長輩手腳更有力，走路更穩，自然就唔容易跌倒。所以足夠嘅優質蛋白質對長輩嚟講真係太重要啦。似係魚肉、雞胸肉、雞蛋、牛奶、豆腐呢啲都係非常好嘅選擇。不過考慮到長輩普遍牙口唔幾好，消化功能亦都比較弱，我哋喺準備呢啲食物嘅時候，要以軟爛細為原則，方便佢哋消化吸收。魚肉可以做成魚泥，或係煮成魚丸湯，記得要將魚翅都挑乾淨。雞蛋可以做成蒸蛋或者蛋花湯。豆製品呢，似係豆花、嫩豆腐，會比傳統嘅硬豆腐更適合。肉類就需要煮得非常軟爛，或者打成肉泥。我哋可以採取少量多餐嘅方式，幫長輩補充。比如早上飲一杯牛奶，下晝點心時堅嚟一小碗豆乾或者豆腐腦，再嚟係深色嘅蔬菜，似係菠菜、花椰菜、紫甘藍呢啲顏色好深嘅蔬菜，佢哋富含維生素，含有好長嘅抗氧化物質，例如葉黃素、胡蘿蔔素呢啲營養素，可以幫助我哋嘅身體對抗過多嘅自由基，有助於穩定血壓，減輕心臟嘅負擔，保護我哋嘅血管內皮細胞。喺烹調嘅時候，記得要清淡一啲，避免油炸或者係加大量嘅醬油，先至能夠保留住佢哋最好嘅營養。第三樣呢係根莖類嘅食物，我哋可以識住用地瓜、南瓜、芋頭呢啲根莖類食物嚟部分取代傳統嘅白米飯、白麵條。佢哋含有豐富嘅膳食纖維，消化吸收嘅速度比精緻嘅米麵要慢好多，可以有效咁延緩血糖上升嘅速度。呢個對於有糖尿病或者係糖尿病前期嘅長輩特別有幫助。最好嘅做法係粗細搭配。比如喺煮白米飯嘅時候，加入一啲切塊嘅地瓜或者南瓜一齊煮，既能增加飽足感，又能穩定血糖，促進腸道蠕動。
第四樣係我哋都好熟悉嘅堅果，似係核桃、杏仁、腰果呢啲堅果，含有對心臟同埋大腦都非常有益嘅不飽同脂肪酸同維生素 E。但係呢嚟一定要注意，份量好重要，每日一小把就夠啦。因為堅果嘅油脂含量高，食多咗反而為造成負擔。另外更重要嘅一點係安全，為了預防長輩吞咽時不小心嗆到，甚至跑到氣管裏，衛生強烈建議最好係乾堅果打碎磨成粉之後加喺粥裏面或係牛奶豆乾裏一齊食，咁最安全。最後一樣係溫熱性嘅水果，冬天食一啲性質溫熱嘅水果可以幫助改善手腳冰冷嘅狀況，同時補充維生素增強免疫力。常見嘅淨係蘋果、龍眼、紅棗都屬於呢一類，佢哋可以直接食，亦可以攞嚟煮茶煮湯，淨係橘子、蘋果呢類水果。如果長輩覺得冬天生食太涼啦，亦可以稍為蒸一下或係煮成水果茶嚟飲，暖暖嘅好舒服。聊咗那麼多，其實慧心最想講嘅係冬天氣溫低，或多或少都會影響我哋嘅心情，長輩們更加係如此。所以除咗上邊提到嘅呢啲防護措施，還有飲食上嘅調整之外，有一樣東西係再多嘅補品、再好嘅藥物都無法取代嘅，咁就係我哋嘅關心與陪伴。平時多抽點時間返屋企睇下佢哋，陪佢哋傾下偈，學一啲開心嘅事，一個溫暖嘅擁抱，一句關心嘅問候，都能佢哋嘅心裏感覺暖洋洋嘅。身體嘅防護我哋要做足，心靈嘅關懷更係唔能夠少。如果大家覺得今日嘅內容好有用，亦都請你將佢分享俾更多有需要嘅朋友同家人，讓我哋一齊用心用愛幫助我哋生命中最重要嘅人，平平安安地度過每一個寒冬。好啦，今日嘅滋味人生就到呢裏，我係慧心，我哋下次再見。